我兄弟啊，恁信奉咱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搁有一个人戴着金手指，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进银的会堂去；搁有一个善人穿着垃圾的衣服也入去。因就看中迄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讲：请坐伫这个好位上。佮对迄个善人讲：你徛伫迄边，或坐伫我骹头椅仔下面。这岂毋是恁偏心待人，用恶意论定人吗？我亲爱兄弟啊，请听上帝敢毋是拣选了世上善良的人，叫因伫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伊所应允的遐爱伊之人的国吗？恁颠倒羞辱善良人，迄个富足的人，敢毋是欺压恁，诱恁甲会堂去吗？因毋是亵渎恁所敬奉的尊名的吗？经上记咧讲，爱人如己，恁若专守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但恁若按照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干那一条上跋倒，伊就犯了众条。原来迄讲不可奸淫的，也讲不可杀人，你就是无奸淫，却杀人，乃是成了犯律法的。恁既然要按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这律法讲话行事。因为迄无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本是向审判夸胜。我的兄弟啊，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，却无有行为，有啥物益处呢？就这个信心会救伊吗？若是兄弟或是姊妹，赤身裸体，佮欠了日用的饮食，恁中间有人对因讲：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恁穿得暖，食得饱，却无互因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啥物益处呢？安尼信心若无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讲：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你将你无有行为的信心指互我看，我便照着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指互你看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了无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愚笨的人啊，你愿意知影无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咱的祖宗亚伯拉罕甲伊的后生以撒献伫坛顶，敢毋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伊的义，伊阁得称为上帝朋友。安尼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毋是单因着信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佮放因对别的路上出去，也是同款，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无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无有行为也是死的。